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朝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了一年一届宗教界大代志，大甲马绕境出发到嘉义新港奉天宫，为下暗暝时11:05正式起驾。今年算算拢总9天8暝，53个钟头请顶头来表演，沿路超过40担单位，免费提供料理，要互大家食一个够快。另外，台中警察特别找设计师来维护啊。要放贼仔含蒸馏啊，这活动拢是要配合3月小妈祖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咱的时间找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为今仔日暗时开始，这大甲妈祖绕境活动就要正式来开始咯。不过你敢知影，这今年这大甲妈祖的绕境活动会经过什么款的所在？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款老嘅活动？搁有内底有什么款的禁忌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爱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这2023年大甲妈祖绕境这活动，会为今仔日暗时11:05就会正式来起驾咯。地点就是伫大甲的镇南宫，所来看卖伫明仔时阵，就来到中华南瑶宫，23号会来到西螺的福兴宫，24号会来到新港的这奉天宫。另外过一暝了后，26号早起8点的时阵，会举办这祝寿大典。另外所来就会豆豆来转去，来到30号的时阵，就会来到这大甲镇南宫来正式来结束这9天8暝这活动。另外来看卖伫过程当中会举办什么热闹活动呢？亲像伫大甲53庄这所在，53庄就是讲即卖这大甲、大安，搁有这外埔、后里这4个所在，就是叫做是53庄，会举办这顶头的这表演。除了这武术的表演以外，搁现场有真侪人西这文化，会当讲是闹热滚滚。另外看卖大甲妈祖来到这大甲桥的时阵，卖放这几啊百万的这烟火，搁有来到中华的时阵，嘛有这抢桥这活动。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让这大甲妈祖会讲留较久的来致应这个所在。另外有真侪无共款的手段，有的人是直接挡伫头前，嘛有的人是放这烟火来走动这路，来改变这路线。另外来看卖来到西螺这五厝这个所在，五厝的人拢是甲这大甲妈祖这活动，即天当作是在因的过年同款。所以除了举办这戏班以外，搁办道，搁放烟火，会举办真侪无共款的活动，都是希望来表达对这大甲妈祖的尊敬。好，真侪民众拢想要来参加这大甲妈祖这绕境的活动。不过你敢知影，伫过程当中有10个禁忌，大家一定爱特别注意。第一个就是讲，第一摆来参加这进香的人，就一定爱穿这规矩拢是新的衫。另外第二个就是，若是一年内底厝内底有人过身，伫办丧事的时阵，嘛建议莫入去庙内底。第三个就是有心的人，千万莫软脚骹，来避免这腹肚内底的囡仔或者八卦来伤害到。第四个就是讲，伫参加进香的人，必须爱是清气的人。这清气的意思就是讲，千万莫伫这过程当中入去这办丧事的所在，也是这回来房。这回来房，伊的意思就是讲做回来所在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。再来第5个，就是若是摕到这进香旗，也是挂这平安符的人，嘛莫软脚骹，莫入去浴缸内底，也是便所内底。另外看卖第6个，就是穿着好怪的人，莫入去便所。搁有第7个，就是出发进前爱进心。这进心的意思，就是讲伫起价开始爱开始食菜，一直到这祝寿大典结束了后，才当开始来食草。搁有第8个，就是伫过程当中莫啉酒，莫跋筊，爱表达对这妈祖的尊敬。好，再来看卖另外一个，就是软脚骹的时阵，莫后边乱叮当，莫放着这乱架，也是爱千万爱记爱烫帽啊。第10个就是讲莫后边乱讲话，爱保持这心情轻松，爱讲这请、多谢，个歹势，这都是这过程当中的一寡禁忌，大家一定爱特别注意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，提供给大家做回来参考。